天水圍一個22歲嘅外籍女傭涉及一宗印籍男童謀殺案，黑布蒙頭被捕。警方表示，個女傭係響案發之後冇幾耐喺區內被警員尋獲。初步調查顯示，30個月大嘅死者冇表面傷痕，但係鼻孔有血跡。小朋友喺身上面咧，而家係冇任何表面傷痕。我哋咧就需要咧係喺聽日安排俾呢個法醫官去檢查啦。頭先講到其實即係個小朋友即係冇表面傷痕，有冇其他嘅血跡啊？咁我哋見到咧就佢鼻孔嗰度咧就有少少嘅血跡嘅。咁但係呢個嘅血跡究竟會唔會係天氣乾燥引致啊？定係話真係佢受襲而引致嘅咧？我哋要法醫再確定嘅。出事男童屋企住喺天水圍柏慧豪園第9座，佢嘅印度籍父母喺星期一朝早離開屋企返工之後，發覺個女傭失去聯絡，佢哋同時無法從家中網絡攝錄機睇到屋企入面嘅情況，於是趕返去了解，點知發現個仔喺自己睡床上失去知覺，於是報警，並且抱起個仔截乘的士趕到去醫院搶救，可惜返魂乏術。警方喺中午12點幾接獲報案之後，趕到涉案大廈調查。夫婦2人表現得好傷心，一個女親友亦都哭成淚人。之後男童嘅父親唔小心撲倒撞向大堂嘅玻璃門，更加因為過度激動出現氣促，需要送院治理。警方之後檢走證物作進一步調查。消息指涉事嘅女傭同事主一家關係良好。警方調查之後，將案件由有人暈倒送院死亡改為謀殺案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